長老會耀道小學，主題係新任班長。有請。五 C 班何志榮同學，我哋個 Fresh 嘅動畫個名叫新任班長，係講出 Free 班正委任新班長，係大多人嘅眼中班裡面最能幹嘅人先可以做班長，但係老師最後只可以揾一位文靜膽小嘅黃小陽同學。黃小陽同學連講句嘢都會騰騰震，係一個冇自信嘅3年級學生。班內嘅同學都感到好驚訝，甚至連黃小陽同學自己都感到好害怕做班長嘅時會出醜啦，成為史上最差嘅班長。老師就解釋俾佢哋聽，平時黃小陽即係冇信心做嘢，所以出嚟嘅結果多數係失敗。老師嘅用意係希望黃小陽同學可以喺做班長嗰陣時更加有信心，完成班長嘅重任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各位同學，今年新班長係黃小陽同學。呢次廢啦，我都唔適合做班長嘅，我唔想俾人見到我咁失敗啊！平時你，即使簡簡單單嘅嘢，你都覺得自己做唔到，結果當然做唔到啦。我要你做班長，係希望你可以有個改變。黃小陽同學，俾啲信心，你一定得㗎。老師解釋完之後，同學開始鼓勵黃小陽同學，得到老師同埋同學嘅鼓勵，黃小陽同學流露出前所未有嘅喜悅，開始建立信心起來。經過呢次比賽，做動畫需要好長嘅時間，仲要好多恒心同埋耐性。係啊，睇住自己做嘅動畫完成，仲幫角色配音，係好有好大嘅成就感。